麥普禮成家屬謝禮，請坐有心。麥普禮成請坐。麥土北家屬致謝，有心。我而家袋先，一陣需要嘅先帶。嗱，邊幾位我唔知喎。呢度等咗俾幾多格位？入邊嗰啲。等。佢知得㗎啦，佢行一禮先，行一禮我就接觸啦嚇，我同佢走㗎啦，睇下點整。提集面向靈前，低頭默禱。麥土北家屬致謝，請坐有心。睇一集就呢個我妹妹啊，以林醫生以林呢度，好嘅。記得。麥土北家屬致謝，請坐有心。麥普禮成家屬謝禮，請坐有心。麥土北家屬致謝，有心。麥普禮成家屬致謝，請坐有心。麥普禮成家屬致謝，請坐有心。麥土北家屬致謝，請坐有心。有心未？麥土北家屬致謝。麥土北家屬致謝。禮成請坐，後邊請坐啦。麥普禮成家屬致謝，有心。麥普禮成家屬謝禮，請坐有心。喺呢度中間，喺中間。
多性嘅。麥土禮成，家屬致謝，請財有心。麥土禮成，家屬致謝。來賓請上前行禮。麥土德，家屬致謝。麥土德，家屬致謝。就係以救恩為主嘅天主，佢一生嘅下，上帝俾佢哋豐盛自由。今天我哋喺呢一個嘅出殯禮裏邊，我睇到佢嘅家人同等嘅懷念，同埋依依不捨嘅情感。主啊，求你真係藉着裏邊內容嘅詩歌、神嘅話語，帶領我哋生命嘅安慰。我哋懇求主嘅寶血嚟到遮蓋，讓呢個嘅出殯禮、土葬禮係分別為聖，屬於你嘅。由神你親自嘅引導，喺主嘅同在裏邊，主啊，你嘅榮耀彰顯，特別係以馬內利嘅神與家人同在，呢一份嘅安慰，從主以嚟嘅大愛，真係祝福呢個家族，真係睇到佢哋彼此同心相愛，睇到佢哋呢個家庭實在有好美好嘅見證。求主繼續祝福引導，讓整個嘅聚會恭恭敬敬仰望喺神你自己嘅施恩嘅手。求你親自帶領我哋，與我哋同在，祈禱交託感恩，奉主耶穌基督嘅名求，阿門。多謝大家嚇，多謝晒。公仔啊，而家。麥土德，家屬致謝，請財有心。麥土德，家屬致謝，有心。公祭儀式現在開始，有請聖約翰救傷隊潘新標總監，主祭者請潘新標總監就位，與祭者聖約翰救傷隊全體同仁皆就位。齊集，面向靈前，低頭默禱。默禱畢，有請主祭者潘新標總監上前一步，就位獻花。獻花畢，有請主祭者復位。請本公祭全體同仁面向劉永生醫生嘅遺像恭行3鞠躬，公祭大禮，行禮1鞠躬，再鞠躬，3鞠躬，家屬致謝。公祭畢，請復位。麥土德，家屬致謝。來賓齊集，面向靈前，低頭默禱。默禱畢，家屬致謝，有心自便請回。永生醫生出殯祈禱現在開始。儀式未舉行之前，首先請在場參祭嘅來賓暫時將身上嘅手提電話、科技關掉或講係震機嘅設備，不便之處敬請見諒。以下恭請主禮牧師引領靈柩步出禮堂。
各位劉永生長老嘅家人，各位主內嘅弟兄姊妹、親戚朋友，劉永生長老嘅出殯禮現在正式開始。請各位仍然站立。請聽我宣讀一句宣召嘅經文，係記載喺約翰福音嘅6章第37節。耶穌說：凡父所賜給我的人，必到我這裏來；到我這裏來的，我總不丟棄他。我哋感謝神，神俾劉永生醫生，俾劉永生長老，佢一生最大嘅禮物，就係以救恩為佢年歲嘅冠冕，讓佢嘅一生裏邊都活喺上帝嘅信實慈愛，並且係得着永生呢一份嘅恩惠。聖經亦都表達差我來者嘅意思，他所賜給我的，叫我一個也不失落，在末後卻叫他復活。因為父嘅意思是叫一切見子而信的人係得着永生。我哋感謝神，劉永生長老嘅名字就叫做永生。佢一生最大嘅恩典就係蒙受上帝俾佢呢個嘅永遠嘅生命。呢刻我哋就唱做一首詩歌嚟到讚美呢一位信實施慈愛嘅神，奇異恩典。為人死或者有敢作的，唯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嘅時候為我們死，神嘅愛就在此向我哋顯明。讓我哋睇到喺劉永生嘅一生裏邊，神私人嘅拯救，並且當信主耶穌，我和我一家必得救。呢個救咁奇妙，就進入喺整個嘅家族裏邊，帶嚟整個家庭家族敬虔嘅下一代，繼續為榮耀神嘅國度擺上生命嘅服侍，並且喺生命嘅見證裏邊都係表達上帝呢份嘅恩情大愛。我哋再唱多一次嚇，我哋高舉上帝榮耀嘅國度，奇異嘅恩典，預備起，奇異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所，今被尋回，黑眼今得看見，如此恩典是我敬畏，是我心得安慰，可信之時，我蒙恩惠，真是何等
謝主嚇，大家請坐。因為佢嘅怒氣不過是轉眼之間，神嘅恩典乃係一生之久。一宿雖然哭泣，早晨便必歡呼，家屬嘅眼淚要抹乾，全因為上帝嘅奇異嘅恩典。好，以下落嚟呢，我哋邀請基督教會恩義堂陳華勝傳道為我哋嚟到讀出上帝嘅話語。請陳華勝傳道。請聽我讀出神嘅話語，記載喺啟示錄21章1節3至6節。神咁樣講：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和先前的地已經過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啊，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和他們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住，作他們的神。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先前的事已經過去了。那位坐寶座的說：看啊，我將一切都更新了。又說：你要寫下來，因為這些話是可信的，是真實的。願神嘅話語親自安慰劉永生長老嘅家人、親友、弟兄姊妹。好，唔該曬陳華勝傳道。你剛才嘅經文，我哋睇到劉永生長老佢已經進入天家。天家係一個與神同在嘅地方，喺嗰度冇悲哀、哭號、疼痛。神已經係更新咗一切，並且有活水嘅泉源。神呢，並且要擦去一切嘅眼淚，並且係有神同在呢一份嘅安息同埋恩惠。我哋實在感謝主亦都係好敬仰懷念我哋嘅劉永生長老佢嘅一生。以下落嚟呢，我哋係祈禱嘅時間。咁呢，我哋就請基督教會恩義堂嘅蔣淑芳傳道。我哋一齊低頭。主耶穌，我知道你一直都喺劉永生長老嘅身邊，今日你都喺我哋當中。在座每一個今日陪住劉永生長老佢嘅遺體走地上最後嘅一程，你都喺我哋當中。我哋首先要獻上感恩，因為你已經將劉永生長老接到去你為佢預備嘅地方。正如經文所講，嗰度係你親自喺寶座流出活水，去親自照顧。喺嗰度，你會以你嘅榮耀去照亮一切。劉永生長老喺地上高，確實有神嘅好多嘅恩典陪住佢走。我哋昨晚已經見證到，同樣你嘅恩典透過劉永生長老嚟到去祝福好多嘅人，我哋昨晚都見證到。今日劉永生長老佢已經喺你嘅地方嗰度去享受神你與佢同在，呢份恩典係比一切嘅恩典都更加浩大。主耶穌，我更加知道你極其盼望佢嘅兒孫今日都能夠喺當中珍惜呢一個空間，珍惜呢個嘅時間，同劉永生長老走最後嘅一程。唔單止俾我哋有平安，更加重要嘅就係讓我哋喺整個過程嘅裏面，繼
感受到神同在嗰份嘅恩惠。無論出邊有幾熱，無論太陽有幾曬，無論條路有幾艱難，但係主啊，冇嘢比你嘅恩典係嚟得更加好。祝福俾每一個兒孫，將來走人生嘅道路，縱然真係喺奇異嘅恩典之下，都會有高高低低。但我哋深信上帝你嘅恩惠同埋你嘅慈愛足夠去蓋過，因為當佢祝福人嘅時候，神啊，你嘅恩惠唔單止要加倍咁臨喺佢哋身上，甚至兒孫都要蒙福，直到千代。呢個係你所說嘅，同樣佢哋今日親自去經歷到。願今日嘅榮耀彰顯於天地之間，你嘅慈愛充滿喺劉永生長老所有兒孫嘅家庭嘅裏面，你嘅愛滋養佢哋嘅生命，讓佢哋將來喺地上高走嘅日子都能夠靠住你。再將來我哋可以喺天家同劉永生長老再相聚，同天父你同在，歡歡慶慶，冇眼淚，一切都能夠同神你一齊享受呢個永生嘅福樂。願主你與我哋同在，我哋同心嘅祈禱，奉救主耶穌基督嘅名。好，唔該晒蔣淑芳傳道，希望聖靈嘅安慰、天父嘅大愛，特別藉着主嘅話語詩歌都係因臨起每一位家人嘅生命，帶嚟同主嚟呢一份愛，屬天嘅平安，喺一切嘅憂傷裏邊係得着神所承托同埋祝福。以後咧，我哋咧會唱頌一首嘅詩歌，就叫做《心之所信》。呢首詩歌正正係嚟到去回應我哋之前讀經嘅經文上面所寫，神俾我哋呢一份新天新地永生嘅盼望，我哋心之所信，感謝神。好，以後不如我哋請大家一齊起立啦，我哋唱頌呢首詩歌。神嘅奇恩何等偉大，就算經過死谷，我哋亦都喺主裏邊得着與神同在。我哋將一切嚟到交託俾神，喺一切嘅裏邊都係引領我哋嘅。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有呼叫嘅聲音和天使長嘅聲音，又有神嘅號吹響，在基督裏死了的人必先復活。我哋感謝神，我哋帶着呢份篤信得義嘅信心，我哋唱多一次副歌啊！你哋起。為我心之所信的是誰，並且也深信他實在是能保守我所信託他的，到全地。
坐。好，接落嚟咧係瞻仰遺容嘅時間，我哋將時間交俾信義嘅職工嚟到帶領啦。全體請起立。瞻仰遺容儀式現在開始，來賓請按工作人員指引上前環觀一周，瞻仰劉永生醫生嘅遺容貼文嘅最後面。來賓於瞻仰完遺容完畢後，請返回原有位置就座。準備帶翻去手度。好，家屬請坐。當我哋睇到劉醫生長老嘅容貌，好似聖經所講，如睡了一樣。神看聖徒嘅死看為寶貴，喺上帝嘅恩典裏邊，劉醫生長老喺上帝同在呢一份愛同埋家人嘅愛，要離開世上，但佢嘅靈魂係得救，得享天家嘅福樂。我哋亦都感謝神。好，接落嚟咧係代表家人咧係有啲簡單嘅致謝同埋報告嘅。好，請家人再一次起立啊！家人咧係特別多謝喺百忙之中抽空出席，令到呢一個喪禮聚會出殯禮嘅眾弟兄姊妹、親戚朋友同埋服侍機構嘅同工、主內弟兄姊妹，大家所致送嘅花圈啦、白金都係俾家庭一個好大嘅鼓勵。喺呢度都表達所有嘅白金咧都係全數咧係撥作 Vincent Foundation Limited， 作為推動教育同埋慈善嘅用途嘅。多謝
喺方式禮拜母各種聚會裏邊嘅弟兄姊妹嘅服侍啊，讓家人咧亦都係多謝好多嘅朋友嘅嚟臨，呢份嘅濃情厚愛同埋關心啊，願一切榮耀都歸俾主。劉永生長老嘅土葬禮將會咁樣嘅安排，一息間出殯之後，將會有旅遊巴接送各位親朋戚友弟兄姊妹去到呢一個薄扶林道基督教墳場嚟到進行呢一個嘅土葬禮。土葬禮完畢之後，家人咧亦都有呢個心意，好想同大家有一個嘅午膳，亦都有旅遊巴接送大家去到銅鑼灣怡和街88號嘅富豪酒店有一個嘅午膳。喺呢度亦都代表家主再一次歡迎大家嘅嚟臨同埋出席。如果去唔到嗰個嘅土葬禮，家人係明白嘅嚇。咁當然亦都係希望我哋喺主嘅裏邊一齊互相真係話喺神嘅恩典裏邊得着神同在呢份嘅安慰，亦都係祝福家人喺神嘅恩典裏邊繼續帶着劉永生長老呢個生命榮神益人嘅榜樣，繼續嚟到去彰顯。好，家人請坐，多謝嚇。好，一息間嘅禮成之後咧，咁出殯嘅過程，我哋亦都係有主禮牧師嘅引導，亦都係有佢嘅兒孫咧作為輔領嘅。讓我哋睇到就係劉永生長老係帶着上帝嘅愛、家人嘅愛嚟到去陪伴。好，現在我嚟到宣布劉永生長老嘅出殯禮現在正式禮成全體請起立，封棺儀式現在開始。家屬來賓請垂低頭，默哀。封默哀筆封棺禮成，恭請8位扶靈親屬就位。恭請8位扶靈親屬就位。恭請主禮牧師移步到靈前。嗱，邊位孫男出嚟講翻張相啊？好，預備啊！出殯儀式現在開始，恭請主禮牧師開步引領，家屬親屬送壽出，各位執齊隨身物品，按次序離開禮堂，禮成。有沙紙嘅，方便嘅。下邊等，有兩班旅遊巴。你坐旅遊巴，有兩班旅遊巴。嗰個烏棉花㗎。邊度行啊？直落，就嗰班嘅小心啲。係啊，辛苦。今日冇晒嘅。
都叫揸住佢啦，好先唔到，唔到個地下，好舒服。嗱，你哋企得企住先。唔該，冇事。好，我睇啦。係，唔該晒你啊！睇住嗰度要慢慢睇，慢慢睇啊！我諗要拍咁樣拍。係啊，嗱，我哋咁樣打直擺好佢，就咁揾手過啦。冇錯，擺直佢先，擺直咗就算啦，唔好過啦，高。就唔好落住，慢慢落。你過邊啦？慢啲。好。你大啲。我哋落先，我哋落啲。得，慢慢嚟。等陣先啊，過嚟。OK，睇睇啊，阿劉生，幾位？睇正唔正啊 OK 啊。OK。喺嗰邊走。好啦，十足收成。好啦，咁我哋走先啦。好。係咯，嗬。咁啊，過嚟嘅嚇。咁咧，大家攞咗支花先嚇，陣間會有獻花嘅過程啊。大家手上有唔同表嗬。永生長老嘅家人啦，主內弟兄姊妹、親戚朋友，劉永生長老呢一個嘅土葬禮咧就即將開始。咁咧好多謝各位嘅嚟臨啊！雖然天氣好熱，我哋咧都帶著呢份嘅愛，帶著呢一份嘅懷念啊，嚟到去參與呢一個嘅土葬禮。請各位首先都安靜一陣，有個默禱啊，我哋有個祈禱開始啊。好，我哋同心禱告。親愛嘅主耶穌，我哋感謝讚美你。喺上帝同在呢一份嘅恩典平安裏邊，我哋睇到劉永生長老嘅靈柩係好平安嘅嚟到抵達呢一度嘅土葬嘅地方。我深信家人或者所有參與嘅肢體，我哋都懷着一個懷念、敬仰，亦都係愛神嘅心嚟到參與呢個土葬禮，讓上帝你嘅同在，天父你嘅大愛、聖靈嘅安慰，亦都能夾喺當中。我哋感謝主，你係我哋生命裏邊嘅救主，亦都係我哋呢一位嘅大牧長。求你掌竿定用，安慰引導。感謝主，祈禱奉主名求，阿門。好嗱，咁咧大家有張程序表嚇，咁我哋跟住裏邊嘅詩歌、神嘅話語啊，一齊嚟到進入呢一個土葬嘅儀式。我哋感謝主。好，請大家聽我讀宣召嘅經文，係記載喺傳道書12章嘅7節。塵土仍歸於地，靈仍歸於賜靈嘅神。亦都喺約翰福音14章第6節，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我哋感謝主嗱，俾我哋生命嘅信息。耶穌係道路、真理、生命。劉永生長老一生喺上帝嘅救恩計劃裏邊，一刻佢雖然失去地上嘅勞苦，佢嘅靈魂得救，去到父那裏去。我哋咧首先嚟到唱頌一首嘅詩歌，叫做《常念主愛》，常念主愛啊！我哋喺主嘅跟前，真係正如聖經所講。不是我們愛神，乃係神愛我哋，差佢嘅獨生兒子為我哋嘅罪作為挽回祭，這就是愛了。讓我哋一齊
唱呢首嘅詩歌啊，常念主愛。我晝夜想思念你的家，耶穌，在天為聖屋被安葬，黃金街被玉成落無涯，耶穌，不再有痛苦與眼淚，但常在你恩惠慈愛中，耶穌，天天所有苦難夠量，你的愛至永遠不變更，耶穌，榮耀圍繞我聖光廊，我的愛都要見你腳前，耶穌，因你的溫柔愛我意，你到底有盡美有盡善，耶穌，我心歡喜尊你懷裡。有我哋所羨慕嘅係上帝嘅愛，並且喺天家裏邊嘅恩澤。我哋睇到神俾我哋生命裏邊一個好寶貴，就係上帝嘅愛。正如劉永生長老，佢一生愛主愛人。聖經話，因為所賜給我們嘅聖靈，係將神嘅愛澆灌喺我哋嘅心中。我哋感謝神，在座每一位基督徒，我哋都得着上帝俾我哋呢份咁豐厚嘅大愛。呢刻我哋一齊咧嚟到讀聖經，就喺詩篇13篇嘅1至6節。正如喺呢一個安息聚會裏邊，我哋唱嘅詩歌詩篇23篇，神係我哋嘅大牧者。我哋一齊嚟到讀呢段嘅經文，係讀呢段嘅經文。詩篇23篇1至6節，預備起。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令我在可安歇的水邊。他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嘅杖、你嘅竿都安慰我。在我的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感謝神。耶穌亦都喺劉永生長老裏邊，私人嘅奇妙嘅恩惠，就係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着劉永生同埋佢嘅家人。我哋心盼望，亦都知道劉永生長老呢刻喺耶和華嘅殿，係得着永生嘅福樂。我哋感謝主。呢一刻我哋同心低頭有一個祈禱啊！呢一刻讓我哋帶着真誠，帶着懷念，帶着與主同在呢一份嘅信心，我哋一齊發出祈禱。親愛嘅主耶穌，你係道成肉身與人同在以馬內利嘅神。一刻求你嘅同在，你親自嚟到去撫平一切憂傷者嘅心靈。無論我哋外顯或者心靈嘅眼淚，都求你裝喺我哋皮囊裏邊去，喺你嘅皮囊裏邊去紀念。呢一刻，當劉永生長老嘅遺體安放喺呢一個靈柩，奇蹟嚟到去有土葬嘅時候，其實呢一份嘅分離感係好真實，因為佢嘅遺體將會下葬喺泥土當中。正如聖經所講，塵歸塵，土歸土。我哋所敬愛嘅劉永生長老，佢嘅肉身係歸回地土，但感謝神，佢嘅靈魂
係已經歸回喺天家裏邊，係同阿爸父神係永遠起埋一齊。求主你賜下恩典、憐憫、安慰，讓呢一份至暫至輕嘅分離，神啊，你俾我哋有盼望，昔日能夠喺天家裏邊同劉永生醫生、劉永生長老能夠再一次相遇。求主親自藉着你嘅話語、聖靈嘅安慰，堅固家人、眾弟兄姊妹、親朋戚友嘅心，讓我哋喺呢一份嘅愛眷裏邊睇到上帝，你喺我哋憂傷難過裏邊成為我哋隨時嘅安慰。求主加力量，一刻一個好重要嘅儀式將會進行，就係劉永生嘅遺體就係安葬喺呢度嘅地方。我哋深信神你對聖徒嘅死係看為寶貴。主啊，你亦都係俾我哋生命裏邊從神嘅話語應許裏邊得着呢一份嘅信念，就係復活在你，生命也在你。信主嘅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嘅恩惠。願聖靈嘅安慰、天父嘅慈愛、聖靈嘅同在嘅感動，亦都同家人同在。感謝主，以上祈禱、交託、仰望，係奉耶穌基督得勝嘅名祈求。阿門。好，我哋咧都係好唔捨得，同埋都懷念嚇。咁日落嚟呢首詩歌咧係好好嘅，係叫做安居主懷。安居主懷。咁知道昔日劉永生醫生嘅安息，佢係喺安然喺家庭裏邊係冇痛苦嘅係離開。正如聖經所講，我必安然躺下睡覺，因為獨有你耶和華使我安然居住。我哋又唱呢首詩歌，安居主懷，預備起。安穩在耶穌手中，安穩在主懷內，因主慈愛常服於我，靈在此格位，無論要何等危險，唯在主懷中躲，在主正披上苦悲，還能願能開我，安穩在耶穌手中，安穩在主懷內，因主慈愛常服於我，靈在此格位。呢個時候咧，我哋隨即進入獻花，就將我哋手上嘅玫瑰擺放喺永生長老嘅棺木上邊，係表達我哋對佢嘅敬仰同埋懷念。呢過程裏邊，亦都鼓勵大家都繼續唱呢首詩歌，讓神安居主懷呢一份恩典，係幫助我哋抹去眼淚，從神而嚟得着盼望。他日見主面嘅時候，我哋睇到天門嘅大開。呢一刻我哋繼續唱埋第二節嘅時候，之後咧大家慢慢嚟到獻花，之後咧過程裏邊我哋一齊到唱呢首詩歌嚇。我哋唱埋第二節，預備起。安穩在耶穌手中，十架在天涯內，基督把我們救贖，聖經已有記載，現今當抹去眼淚，警醒盼望人來。那日得見主面時，天門為我大開，安穩在耶穌手中，安穩在主懷內，因主慈
愛上福音，我領在此南小心慢慢落啦。嗱，咁大家咧慢慢有秩序嘅，將手上嘅花獻咗花嘅家人親友向後移步幾步，俾後排嘅親友獻花。係啦。好嗱，咁我哋歡迎嘅家人喺呢度，我哋細細聲再唱下。係啦，喺呢度啊，喺呢度安在主懷內，因主的愛上福音，我領在此南歸。無論如何能黎天，心啊，唔好咁低啊！在主懷藏到，在主聖地上呼氣，華上烈燈開創，安穩在耶穌手中，安穩在主懷內，因主愛上福音，我領在此南歸。我哋跟住細我哋生長到好風味。低啊，驚頂一頂係失重心。呢一刻你安坐喺呢一個嘅永歡裏入邊，係佢嘅靈魂得救喺主嘅懷抱裏邊，安然躺臥喺上帝耶穌嘅懷抱當中。家人繼續慢慢收住住啊，喺路啊慢慢咧將減花喺啲心路上面。係啦，要吸啲呼吸喎嚇，慢慢落。係啊，擺咗張相先。我哋仲有一個詩歌同埋祝福，係啦，好嗱，好多謝大家剛才表達呢一個獻花嘅首詩歌《奇異恩典》之後，我帶領大家有一個祝福祈禱啊，之後咧呢個土葬嘅儀式就喺呢度結束啦啊！好嗱，預備我哋嘅心去一齊歸榮耀俾一位賜救恩嘅神。劉長老嘅一生，佢最大嘅禮物就係以救恩為年歲嘅冠冕。佢一生滴下神俾佢嘅脂油，從佢嘅生命嘅奉獻裏邊帶嚟佢嘅下一代，成為敬虔嘅下一代，繼續嚟到榮神益人。我哋感謝主，實在係奇異嘅恩典。我哋一齊唱呢首詩歌，預備起。奇異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請我失所，臨地懺悔，黑眼今得看見恩典。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初信之時，我蒙恩惠，真是何等寶貴。我哋感謝神，他日我哋與劉永新長老喺天家相聚。將來禧年聖徒歡聚，人光如日普照，喜樂中站在父座前，盼望那日快現。好，我哋同心低頭領受祝福。但願嗰位賜諸般恩典嘅神，
曾喺耶穌基督裏召你們，得享佢永遠喺救恩裏面嘅榮耀。等你哋暫受至暫至輕嘅分離，必要親自成全你們，堅固你們，賜力量俾你們。願主耶穌基督嘅恩惠、天父嘅大愛、聖靈嘅感動與安慰，常與劉永生嘅家人、眾親戚朋友、主內弟兄姊妹同在，從今時係直到永永遠遠。阿門。好，感謝晒。咁我宣告劉永生長老嘅安土葬禮再正式完畢，多謝各位嘅參與，唔該晒。上翻去咧就有嗰兩架旅遊車車行去台灣，咁我哋有少少午餐，大家一齊分享。多謝大家。係啦，多謝大家嚇。咁家人安排咧有旅遊巴接送大家去銅鑼灣嗰個麗豪酒店有個嘅指示嚇，歡迎大家都出席嚇。咁喺嗰邊慢慢離開嚇，慢慢隨住你。講唔到就嚟，攞翻上嚟要谷上。家人親自有客家隊長佢啦。OK， 多謝各位。OK，多謝各位。喺阿爺嗰邊好啦，小謝，我哋一家人喺呢個下面影咗相。個花多嘢。唔該，可唔可以叫一齊影幅相下邊呢個兒歌。阿爺啊嘛。